葱香滑蛋猪肉片，猪肉片用豆油、胡椒盐掠一下，外顶摕出来，下油，下洗好的猪肉片，炒咧，炒到7分熟，切起来盘，搁补油，下葱啊，下卵，拉一下。卵半菜熟的时阵，请猪肉片转来，搁炒一下。完成试看卖。挑战属青葱的台语写落去，留个句仔看卖哦。